啊，台北市的帅哥美女，对，这个贤康帝啦哈，两位都非常的会唱歌，来安排后一位啊，来陈晨生、张美红，来对，这是我要跟中路一起来冲下过来，有没有回送？谢谢。帅哥美丽，各位现场贵宾，大家早安。 你的声真的是超级美的，对呀，好好听啊！你们合唱的歌曲到底有几首？